来讲苗栗竹南少年线有科技大厂逼出移工销毁事件，为着避免讲这新竹科学园区也受到牵连，新竹市甲竹科管理局要拼伫咧这几天，针对4000位的移工来做体检。一台游览车载来科学园区的外籍移工，准备入去做体检。医护人员穿开丝的防护衫，唔敢靠视。根据统计，园区内总共有11000名的移工，这届希望会当体检4000人，只有希望拼3天来完成。管理局是估计一天体检量大概800人，5天会当完成。今天动用医事人员就将近200人，所以我想还是呼吁厂商朋友多加利用。占地2500平的移工体检站，有50个迷彩布棚，市政府甲中央请调国军支援，第一天内就快速完成建制，要让外籍移工就近体检。有一个专案的一个筛检站哦，而且要分仓分流，那要非常的安全，而且要采预约制哦，才能够让这一些外籍移工哦，在这个采检的过程当中哦，也不会再造成其他可能的感染哦。这届专案体检差不多有4000位移工，厂商会使透过管理局申请安排自费体检。另外，体检站嘛分时段分流进行体检，希望守护台湾科技产业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